来看台北市的北投有一间偌大的祖厝，已经有100多档的历史了。最近这几档开始整理，是台北市文化局征收完成的第21间老厝。那么做伙来看卖。古早红砖厝边有河梁，这是北投的偌氏祖厝，嘛是台北的历史建筑。这几档官方产兵工合作，开卖2400万征收，最近完成。在洲美地区，红砖造的房子非常的少了哈。那虽然南部还很多，但是它象征一个整个台北市在北投地区开发的一个文化传承。文化局表示，偌氏祖厝起伫1919年，除了正门入口有欧式设计，佮有贴贴出联。经过台北市老厝运动计划征收，这嘛是第21间修复完成的所在。未来会结合文创技术，互老厝中生。目前嘛特别邀请到旅游画家简文林，甲创作放伫遮展览。这个是他们赖家的主厝，好，将近大概100多年的一个老房子。那我自己创作的方式也是跟着人文的部分在跑。那我想说，如果把我的作品跟主厝结合起来，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完全不违和的方式。文化局表示，市府的老厝计划对9档前开始推动，即马陆续完成。偌氏祖厝是上尾第2间，希望互老厝活法有新展现。记者电报李小凯台北仓报道。